大家好，我係 Sammy。舊年咧我就用咗2日1夜去行玉山啦。有關咧呢個行程咧都剪咗2條片，一條咧主要係睇玉山嘅路況啦，另外一條咧就係由台灣登山響到泰域，講點樣去安排玉山登山路線同埋當中要注意嘅細節事項嘅。有興趣咧就可以睇翻呢2條片。不過咧行玉山咧都會有其他景點匹配噶嘛。其實我今次呢個行程咧都一共用咗5日4夜嘅。咁究竟咧個行程咧係點樣去安排呢？仲有啲咩地方去玩呢？呢條片咧都會介紹埋咧我今次仲去咗啲咩特色嘅景點啦，有咩特色嘅嘢食啦。嗱，仲有住咗一間咧喺原住民區域嘅特色民宿嘅。有興趣知道的話咧，記得留意我呢條片啦。開始之前咧，都請大家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Sam 自由頻道咧係我新開嘅專講吃喝玩樂嘅頻道，好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噶。今次去玉山咧，我哋就選擇飛台中啦，因為咧台中去塔加嘅路程係最短嘅。今次我哋咧就搭超級早嘅飛機啊，7點幾就起飛嘅啦，去到台中機場都係9點幾10點啫。因為咧今次我哋揾咗登山響到泰域咧，幫我哋安排個行程啦。佢咧就有車直接嚟機場接我哋，而第1日嘅行程咧都係佢咧幫我哋安排嘅喎。行程緊湊嘅，我哋第一站咧就去咗水利附近嘅集鎮啦。嚟呢度咧其實主要係醫肚啊，因為坐車咧都要1個鐘頭45分鐘啦，落車咧都差唔多12點嘅啦。泰域咧就帶我哋嚟呢一間叫八張牛肉麵啊。原來呢一間咧係台灣當地人都好出名嘅食店嚟嘅，有超過30年歷史噶啦，好多台灣人都慕名而嚟啊。我哋當日嚟到咧都見到要排隊喎。嗱，招牌啊，梗係食牛肉麵啦，湯底好香啊，麵又夠彈牙。我哋咧都點咗1人1碗嘅。另外呢度出名嘅咧仲有水餃啦，好多料喎。嗱，我哋仲叫咗呢一啲添啦，咁我就唔寫開食評啦，諗唔到咁多形容詞啊。總之就係好食啦。食完之後咧，時間尚早啊，我哋咧就去咗附近車程咧，就閒逛一陣啊。車程咧係一個地方嚟嘅，唔係真係搭車嗰個車程啊。咁啊，由八張牛肉麵啊開車過去車程咧，只係15分鐘左右就到啦。好多嚟台灣阿里山玩嘅人咧，都會配搭埋車程呢個小鎮一齊玩嘅，因為咧呢度有一個懷舊嘅車站啊。嗱，車站就用木做嘅，大家覺唔覺得有啲似日本嘅火車站啊？其實車程咧係日治時期嘅伐木加工重鎮嚟嘅，咁啊之後就荒廢咗啦，但係仲保留住一啲日式嘅風情嘅。外面咧就大家見到咧，即係有個月台啊、路軌啊喺度啊，任大家影相嘅。呢度就仲有木業展示館啊，車程老街風景都好靚噶。啊，仲有 coffee shop， 呢間 coffee shop 咧2樓有個 Bear Brick 嘅學堂喺度喎。嗱，嚟呢一度咧行下啊，嘆下咖啡啊，好寫意，好適合慢活嘅。不過咧，因為我哋要講去今晚住嘅民宿啊，由車程開車過去咧，都至少仲有45分鐘至1個鐘頭嘅車程啦。咁中間咧，我哋仲要預留啲時間去超級市場買咧帶去玉山嘅補給品啦。因為咧上玉山2日嘅 lunch 啊，同埋中間咧可能即係大家都想食啲零食啦，同埋水啊嘛，呢啲都要買嘅。咁所以咧喺車程嗰度咧留咗1個鐘左右咧就要離開噶啦。咁如果大家唔講時間的話咧，真係可以喺車程咧留半日或者甚至乎1日噶。我哋領隊泰域真係唔話得啦，知道我哋呢一團人有走鬼啊，所以咧喺今晚住宿嘅路途之上咧就特別多停咗一個景點啊。呢一個咧就叫做梅子夢工場，喺信義鄉嘅。咁啊，其實係一個梅酒酒莊啦。嗱，裏邊咧就有好多酒賣嘅。咁啊，唔單止有梅酒喎，仲有米酒啊，梅嘅零食都有嘅。咁啊，呢度仲有好多大型嘅公仔咧，就俾遊客打卡啦。咁如果唔係因為我哋要上山的話咧，咁咧其實喺呢一度咧可以買咧一啲酒嘅手信咧，帶翻香港都得嘅。因
因為我哋第二日咧就要一早出發去玉山啊嘛，咁所以咧呢一日咧就會住喺咧塔塔加附近嘅一啲地方啦。咁呢一晚咧，我哋就會住喺台灣原住民嘅村落，叫望鄉部落。咁啊，由呢度去塔塔加嘅停車場只係1個鐘車程左右。雖然呢一間係民宿啊，但係都有幾多間房嘅噃，有幾層咁高嘅，仲幾企理下㗎。飯堂啊，都好似 coffee shop 咁靚啊！房間好大好舒服啊，廁所都乾淨企理㗎。而我哋間房咧都見到有露台，仲可以咧睇到玉山添啊！大家望唔望到邊個去玉山啊？後面嗰個先係啊，因為遠啲㗎嘛。早起嘅話咧，仲可以見到咁靚嘅彩霞添。連呢度提供嘅早餐都唔錯噃，嗱，有個大三文治啦、生果、番薯同埋咖啡嘅。夜晚冇乜嘢做呢，就可以去民宿對面嘅森林小屋啦。咁啊都有好奇去睇下嘅。原來呢一間呢係一間手工藝品店嚟嘅，裏邊呢有啲人手做嘅袋啊、電話繩啊、裝飾啊、油畫啊。不過我最欣賞呢就係呢啲用植物漂染嘅帽同埋圍巾，好靚啊！哇，這是蓖麻葉。蓖麻葉，對，蓖麻，然後這個上面是楓葉，楓葉，然後這是其他的檸檬桉啊，還有其他的小葉子。是不是每一個葉子可以印一次？對，不能重用，因為它的顏色會透，就是給它掉了一下。對，所以它沒有辦法再給第二次，但是它可以給第二次形狀，因為留下形狀這樣子。對。客人來的時候，除了好山好水，然後爬玉山，就是也可以享受我們這邊的工藝品。工藝品，對，然後就做很多創作，就是染布、種子，對，然後還有油畫，這個是可以來體驗的。哦，就是你們可以自己畫。創作的時候真的很好玩。上次有就是香港人，然後他來的時候就是他們家人全部就一起來做這個創作。哦，他們是可以來做。對，約你們報名，然後來創作。然後他們就帶了就是他們家人一起，然後創作了4條。望鄉部落咧係一個好寧靜嘅村落啦，呢度啲圍牆啊都用石咧整咗一啲人形嘅圖案，好特別啊！呢度嘅原住民咧就係叫布農族啊。泰域呢一日咧都安排咗我哋嚟呢一間餐廳咧，就食咗一餐有布農族特色嘅晚餐，因為呢度嘅食物咧都係用布農嘅野菜整嘅。餐單就係呢個啦，嗱，咁多款我哋都有得食噶，嗱，呢個 set 就係嗰個餐單啦，係咪好吸引呢？嗱，就有呢個馬告白醬通心麵、梅醬鮭魚烤番茄、烤季節蔬菜拌醬，仲有呢個茄汁溝樹葉卷啊，同埋呢一個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啊？開估啦，係檸檬紙包雞啊，裏邊有2隻雞翼咁多添啊！嗱，甜品都有2個喎。呢一個呢就係玫瑰花醬西米露，裏邊呢啲係玫瑰花嚟㗎。咁啊，仲有呢一個奶酥李子批，睇佢個樣咧好似唔係幾靚仔咁，但係其實上面嗰一層係雪糕嚟嘅，食落去啊酸酸味味咁，其實幾好食㗎。佢就係餐廳負責人啦，仲會咧出嚟講解每一道菜咧係用咗咩材料去煮啊，同埋俾我哋睇埋咧用嗰啲材料嘅實物啊。嗱，食嘢之餘咧仲上埋呢個生蜜糖添，滿意啊！第2、3日咧，我哋就去咗玉山啦。嗱，喺之前2條片咧就好詳細講咗啦，呢度唔再講啦，大家有興趣睇翻啦。就玉山翻落嚟，落翻塔塔加之後呢，我哋呢就開車直接翻到台中市。嗱，由塔塔加翻到台中要3個幾鐘頭車㗎。咁啊，去到台中呢，其實都有幾個景點可以玩㗎喎。大景點呢，就當然係高美濕地啦，有好多風力發電機喺度啊。咁啊，呢度係電影破風嘅拍攝場地嚟嘅，好出名。不過呢，我同啲朋友呢之前呢都去過呢度㗎啦，加上時間真係唔係好多啊，所以呢就冇嚟呢度玩。反而呢，我哋就去咗較近市中心嘅審計新村啦。嗱，呢度其實係一個特色嘅市
集嚟嘅。呢度啲建築咧係由舊式嘅政府宿舍改建嘅，咁啊見住咧即係有一種古舊風情，有啲文青風喺度啊。咁呢一度咧就仲有好多文創嘅小店啊，同埋攤位。嗱，中意買特色衫啊、飾物啊，嗱喺度有排行啊。亦都有好多特色嘅小食啊，就好似呢個辣椒醬 latte， 大家夠唔夠膽試啊？唔買嘢唔食嘢的話呢，都有好多地方可以打卡嘅喎。今日好好彩啊，仲有人喺度玩表演添。台中咧就仲有另外一個必到嘅景點，就係公園眼科啦，唔係睇眼啊，係嚟呢度咧買手信啊、食雪糕啊。咁啊，事實上咧喺日治時期咧，呢一度真係眼科診所嚟嘅。咁啊，戰後咧公園眼科就變咗做台中嘅衛生院啦。之後咧就將個建築咧改建成今日咁有特色嘅地方啦。外邊就係一座紅磚建築，入到嚟咧就好似去咗哈利波特嗰個拍攝場景啊！呢個木書架同埋木櫃咧都係打卡聖地嚟噶。呢度而家咧主要就係買手信啦，即係有好多鳳梨酥啊、朱古力啊喺度嘅。咁頭先又話食雪糕，邊度有得食呢？嗱，原來要翻去出面嘅隔離呢一度咧就有個賣雪糕嘅地方啦。咁啊，如果想堂食坐低的話咧，其實可以再行過幾條街，去到咧呢一間咧第四信用合作社嘅，咁又係老建築翻新啦。咁啊，佢話保留咗咧即係一個金庫造型嘅大門啦。入到去咧，其實都係一間餐廳嚟嘅。咁買完雪糕之後咧，就可以坐低喺度食啦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叫嘅雪糕啊，係咪好吸引呢？我仲叫咗呢一個芒果拿破崙喎。嚟到台灣呢都係食為主噶啦，所以介紹多兩間我覺得有驚喜嘅餐廳俾大家啦。有 follow 開我 IG 嘅朋友呢都知道我中意貓噶啦。今次呢就俾我幫襯到一間貓 cafe 叫回流喎，淨係餐廳出面啊都好靚啊！嗱，呢度呢就有一幅綠色草地圖案嘅貓牆啦，即刻打個卡先。入到嚟咧，真係周圍都係貓啊！嗱，啲貓咧就唔驚人嘅喎，佢哋咧就會跳上你張凳啊，突然喺你台底出現啊，仲有咧喺地上面咧好悠然自得咧咁樣梳你啲毛啊，任摸唔嬲添啊！真係啱晒我哋呢啲貓痴啊！餐牌上面都有貓貓嘅介紹㗎，呢度有9隻貓，隻隻都有名有姓㗎。嘢食都好足份量啊，好似我哋叫做呢個大嘅 all day breakfast 咁啊，雙人份嚟噶。另外仲有呢一個豬手，又係2人份，4個人真係食到好飽啊！另一間要介紹嘅呢，就係呢一間叫鹽手串食串燒嘅。咁啊，大家睇呢度呢啲串燒呢個樣係咪好得啊？啲肉啊都好靚喎。嗱，呢度有好多唔同特色嘅串燒可以揀嘅，單係牛肉咧都有咁多款啊！牛肉芫茜啊、芝士牛肉啊、牛肉空心菜、牛肉蘋果啊，雞都有雞頸肉啊、雞腳筋啊、三角軟骨、雞皮，當然仲有豬啊、海鮮啊同埋蔬菜菇類啊。揀咗要乜嘢之後呢，就可以攞俾人哋燒啦，唔使自己燒噶。呢一個就係燒完嗰個樣啦，係咪好得呢？其實呢一間串燒呢，好近夜市嘅，本來朋友就話唔好食咁多啦，食完去夜市呢掃街啊，所以留肚啦。點知食完一轉之後呢，大家話好食到要即刻添食啊！結果大家食完啲竹籤啊，有咁多可以攞嚟做求籤筒啊！台灣咧就有好多夜市嘅，台中最出名嗰個夜市就係逢甲夜市啦。好多年前咧我就去過，超多人。由於今次咧我就係住喺台中嘅東面啦，就近台灣體育場嘅嗰邊咧都有2個夜市，分別係一中街夜市同埋中華路夜市，所以今次就揀嚟咗呢邊啦。
嗱，我覺得呢度呢，反而冇咁多人，好閒啲啦，一樣有好多地道小食啊、潮流服飾啊、遊戲攤位等等。不過聽翻啲台灣人講啦，其實呢，台灣都似香港咁樣啊，疫情之後呢，少咗好多人出夜街，所以夜市都少咗人啦，生意都難做咗。台灣除咗夜市之外啦，仲有好多咖啡小店啊，可以嘆下手沖咖啡。嗱，計翻一杯呢，都係港紙20幾30蚊喎，平香港一半。最重要嘅就係台灣人對咖啡都好講究嘅，沖嘅咖啡水準係好高嘅，所以冇理由唔飲啊！嚟台灣得閒呢，就仲要行下誠品書店啊，行下藥妝店啊，咁樣2日其實好快就過咗啦。呢5日4夜嘅玉山行程就咁就完咗啦。其實台灣仲有好多嘢玩嘅，我以前都有踩單車遊花東縱谷啊，又踩過單車上武嶺啦，仲有都試過由嘉義踩單車上台中喎。雖然咧當時咧就冇拍咁多片啊，只係影相居多啫，但係我都覺得咧呢啲路線咧值得介紹俾大家嘅。有時間咧我就再將咧之前嗰啲行程整片啊。如果大家咧都係中意行山啊、踩單車啊，想知道咧我以往咧有啲咩行程去咗邊度玩啊，記得 subscribe 咧我呢個 Sam 自由頻道啦，同埋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啦，仲有記得 like 同埋留言支持下啦。